啊，今天很荣幸，台湾大学，在这个国际会议厅，跟我们的大学的老师、同学，还有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的学者们，格西、堪布、活佛，以及其他的学者们。以及我们世界小德文化众会的全体，我们一起共同促进生命修行的路啊。我本人而言呢，没有什么修学的境界，更没有什么真我的超越的智慧和慈悲，但是很希望跟很多有知识的人、有悲心的人、有道德的人学习，因此我想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，对我而言，我谈不上什么给大家演讲，这是我的心得，可以给大家分享。同时呢，我也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提出各方面的建议和想法，我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的支持。其实我确实也是在18年前就是来过这个地方，我当时跟上师如意宝精密本座一起来到这里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说实在。我们在这里大概待了1个礼拜，整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美好。对我来讲也是牛年晚会，应该说是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它是最精彩的、最美好的。但到了今天的时候呢，也是一种记忆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怀念上师也是按照佛教的教理来讲是这是一种福德。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有知识有学问的这么一批人。那我想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相当复杂，应该波动比较大的特殊的社会，在这个当中呢。佛教是稳定人的情绪那方面有独特的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呢，如果我们能用得上、修行它的话，说实在，在我们这样的特殊时代当中，也是我们心灵的浮躁、心灵的怒气、抱怨都可以统统的消失，并且呢，就是获得极大的这种快乐。这是如今人们特别追求的重要的一件大事。那我今天短短的时间当中，佛教的所有的修行指导呢，不可能在这里跟大家能分享。但我今天利用这个时间，用佛教的，也就是说心灵调节方法，用6个字来跟大家共享。那6个字呢，我们经常说的6度就是世界人，还有呢就是亲禅慧，也就是说不是持戒安忍，精进禅定智慧。在座的人如果我想台湾我来18年前的时候，感觉到这里的信仰。跟其他地方都不同，非常的就包容、自由、开放。那在座的很多学者呢，6波罗蜜多时谁都会知道，这是应该说是非常轻松的。但是我今天以我的看法来跟大家分享的话，我想如果6度以非常深奥的智慧来挖掘的话呢。我也没办法讲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可能还没有完全懂到6波罗蜜多的境界，因此我们共同利用这个时间修学达成佛法的6度呢，
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因为大乘佛教当中讲，先就是发无上真等觉的心，这叫做是圆菩提心。那么发了圆菩提心之后，要行持六波罗蜜多，这叫做是行菩提心。所以，也许我们在座的人当中，有些是发大乘菩提心的。即使你没有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话呢，我想所谓六度的精神呢，如果我们贯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呢，不但没有任何的危害，甚至呢，你真正让六度行持得很好的话，无论是在任何国家，东方也好，西方也好，在任何一个民族，在任何一个人群当中的话，如果六波罗蜜多我们用贯穿于生活呢，应该说是对我们的人生、生活、工作、家庭当有不可估量的利益和价值。因此呢，我想首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为什么呀，就是今天讲这6个字。